好，第一組運動員起身，第一組可以落去線度先。第二組跟。好，跟住召集係項目32男丙50米蛙。第一組第一線黎柏亨石籬天主教請坐。坐低。第一組第4線周張子玉平安健嘅身體好。第二組第6線袁樂賢蘇健。第3組第4線廖永傑梁天。第5線陳信儀蕭明。好第一組起身，佢咪甩咗換鏡啊！時間公佈，男子甲組450米正式接力，第一名全員成績為2分15秒90，第二名柯選成績為2分15秒93，第三名李兆基成績為2分19秒08，第四名林護成績為2分32秒32。